一般为9到11节。初登程序是启灯、油灯、街灯、舞灯、送灯、画灯。轮灯形制独特，由风火轮构成，活起来灯随人动，轮随风转，烛火闪耀，别具一格。经长久传承，他们能舞出30多个故事。现在舞出的故事是对珠戏水。现在是懒汉飞伞。接下来将表演的是喜鹊雕台。接下来是黄蜂叮耳。接下来是观音坐莲。下面是火龙赶猪。仙人架桥。
富贵花开大团圆。